这是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3月14日以来，受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影响，甘南州少数不法分子和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合作、下河、马区、鹿区、卓尼、迭部6县市城区和部分乡镇制造了一系列打砸抢烧事件，严重扰乱了全州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全州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整个事件中有94人受伤，共造成2亿3015万元的损失，给甘南藏区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这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和人民幸福安康生活的斗争。3月14日下午，夏河县一些不法僧人开始在县城主街道打着雪山狮子旗非法上街游行。3月15日11时55分，夏河县一些不法分子再次冲上街头，乱掷石块，冲击打砸县政府机关，打砸临街部分单位、商铺和住房。执勤武警、公安民警及时对重点单位进行保护。夏河县干部拉布楞四管会、拉布楞部分村干部、村民进行劝解疏导，但不法分子手持雪山狮子旗，气焰嚣张，砸毁警车8辆，造成6名武警战士和2名公安民警受伤。15号在夏河发生打砸抢烧严重的暴力事件，许多挑头的骨干分子，他们头上、他们臂膀上，都有明显的标记，用那个黑布，绑在头上，用黑布，缠在胳膊上，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3月16日，马区县少数不法分子聚集在马区格萨尔广场周围，他们手持棍棒、刀械，在广场及周围商店实施打砸抢烧，滋事活动不断升级。这群不法分子挥舞着凶器，破坏广场公共设施，抢夺商店物品。下午5时，一批不法分子突然围攻公安110，20余名公安干警进行制止，但由于警力不足，4名干警受重伤。而后，这些手持打狗棒和长刀等凶器的不法分子将10余名干警逼至楼顶，点燃了公安110办公室及值班宿舍，焚烧了院内的6辆警车和1辆消防车。此后，这些狂徒分成2股，砸抢银行、商铺，冲击党政机关。工行、农行、信用联社及电信局、移动公司的营业部均被撬开卷闸门，里面的设施均被砸被抢，沿街商铺70%被砸或抢烧，商品被劫掠一空。不法分子还冲进人大政协大院，烧毁1辆摩托车，砸毁了1楼的办公设施，接着冲进县委县政府大院，砸烂并烧毁了5辆公务用车后，狂徒又冲进交警大队实施打砸，砸烂了交警队的4辆警车。3月16日下午，鹿区县城也发生打砸抢烧事件，一些不法分子冲击了县藏族中学、县4大班子大院和公检法等部门，砸毁了大量办公设施。16日晚7时40分，一批不法分子冲击了西仓乡派出所、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泽岔保护站、贡去湖村委会、供销社等单位，这些单位的门窗和办公设备均被砸毁。16日晚8时，西仓乡不法分子冲击了乡政府和乡中心小学，砸毁汽车3辆，部分窗户和室内办公设施也被砸毁。3月17日下午4时，双岔乡大批不法分子冲击了乡政府、派出所、法庭、双岔林场、洛措村委会和2地村委会活动室等单位，毁坏房屋103间，
玻璃暖廊50余间，电视机16台，电脑10台。这些单位的办公设施也被毁，派出所户籍和文书档案被抛洒破坏。18日中午12时30分，阿拉乡一批不法分子在乡政府驻地聚众闹事，烧毁房屋21间，砸毁房屋50间，室内财物毁坏，抢走现金3万多元，砸毁电视机17台，抢走2台，2辆汽车被烧。乡政府电信机房内所有设备被砸毁。3月16日以来，卓尼县道告、泥巴、完茂等乡镇的一些不法分子聚众闹事，打砸商铺，冲击烧毁基层党政机关和公安机关。这些不法分子呼喊着反动口号，打着分裂旗帜，采取暴力手段伤害无辜群众、公安干警和机关干部，肆意破坏国家和群众财产。3月17日，白石崖寺部分不法分子在完茂乡政府门前聚众闹事，砸烂乡党委、乡政府、完茂交警中队门牌、警务灯、门窗、玻璃及鹅化木村和根沙村活动室桌椅、书柜等公用设施。3月18日，农历2月11日，是当地藏族群众传统的插剑节。插剑活动结束后，贡巴寺少数不法分子不听乡村干部和寺管会人员的反复劝说，冲入道告乡党委、政府和车巴公安分局，大肆实施打砸抢，然后纵火焚烧了办公楼、司法所和公务用车。3月18日晚，一批不法分子推倒泥巴乡政府围墙，砸毁乡政府全部暖廊及办公用品，并放火焚烧了乡政府房屋及机关人员的大量生活用品。3月15日至18日，合作地区的不法分子在乐秀、卡加曼等乡聚众滋事，打砸抢烧，造成5个乡政府、13个村委会、11所学校、3个派出所等多处被砸、被抢、被烧，19辆汽车被打砸受损，25名公安民警及干部受伤。3月17日，迭部县不法分子聚集闹事，又打又砸，前往劝阻的公安民警3辆警务用车受损。这一桩桩打砸抢烧的事实，是不法分子对人民犯罪的铁证，充分说明这是一起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进行策划和指挥，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破坏活动。这一件件铁的事实，使达赖集团的卑劣行径和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在敏感时期挑起事端，蓄意把事情搞大，甚至造成流血事件，破坏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事件发生后，甘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对打砸抢烧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谴责。